行走人情世故咁多年，我悟出一句超真實嘅真心話，今日同大家略略講下。做人交朋友，與人相處，千祈唔好將低級當幽默，亦都唔好將曖昧當魅力。越長大越明白，成年人嘅世道從來都唔係夠晒嘴甜，識聊就厲害，最珍貴嘅永遠係分寸同邊界感。人到一定年紀，真係想真心提醒身邊所有人一個道理，人哋嘅老公，人哋嘅老婆，人哋嘅另一半，永遠都要自動保持距離，呢條底線千祈唔好踩。身邊總有啲人，自以為情商超高，好識講嘢，風趣幽默，成日鍾意講啲模棱兩可嘅話撩下別人，覺得自己好有魅力。一句隨隨便便嘅阿嫂今日真係好靚，一句輕飄飄嘅如果早啲認識你就好，一句挑撥離間嘅你老公真係唔識珍惜你，仲有句肉麻到極致嘅我眼入面淨係得你。講呢啲說話嘅人，往往仲洋洋得意，覺得自己好識搞氣氛，好識討人歡心，當係普通玩笑，日常寒暄。但你知唔知，聽嘅人根本未必覺得舒服，甚至會心裏面動搖，胡思亂想。世間上90%嘅感情裂痕、家庭爭吵，從來都唔係一開始就出軌、背叛，所有爛事，全部都係從失去邊界咁開始。曖昧呢樣嘢最可怕嘅地方，從來唔係兩個人真係發生咗啲乜嘢，而係呢種含糊嘅相處、曖昧嘅言語，會令兩個人產生咗唔該有嘅幻想，慢慢偏離正道。你以為只係隨口開個玩笑，轉頭就忘記，但對方可能會默默記喺心裏，慢慢對自己嘅伴侶心生不滿。你以為只係閒時傾下偈，打發時間，無關緊要，但就係呢啲無底線嘅聊天、過界嘅打趣，足以令一個好好嘅家庭出現裂縫，夫妻之間新增嫌隙、猜忌同誤會。你仲以為自己萬人迷，好有魅力，實則喺旁人眼中，你嘅所作所為根本唔係風趣，只係十足十嘅輕浮同冇教養。真正有修養、有格局嘅成年人，從來唔會亂開感情玩笑，更加唔會隨便撩動人哋嘅情緒。佢哋好清楚，咩話可以隨便講，咩玩笑絕對唔可以亂開，咩界線絕對唔可以亂踩。我哋都唔係懵懵懂懂嘅小朋友，早就過咗肆意妄為、無知任性嘅年紀。我哋學住守底線，有分寸，從來都唔係因為怕自己嘅另一半呷醋、發脾氣，更加唔係心虛，只係出於最基本嘅尊重。尊重人哋辛辛苦苦經營嘅婚姻，尊重人哋一心一意嘅感情，更加係尊重自己嘅人格同底線。一個人連別人嘅感情都唔懂得尊重，隨便同有伴侶嘅人曖昧打趣，其實係作賤自己，落得個輕浮無品嘅評價。大家一定要分得清楚，幽默同低級根本係兩回事，風趣同失禮從來都唔一樣。真正嘅幽默係講完大家哈哈大笑，身心舒服，輕鬆又得體，唔會尷尬，唔會越界。而低級嘅所謂玩笑，專門侵襲曖昧，撩撥別人感情，踩人底線，搞亂人哋關係，低俗又討厭。真正嘅風趣係歲月沉澱出嚟嘅修養同情商，得體大方，讓人舒服。而隨便撩人，到處搞曖昧，從來都唔係魅力，只係最基本嘅失禮同無分寸。千祈唔好再將低級趣味當幽默，亦都唔好將越界放肆當本事。好多人誤以為身邊曖昧不斷，身邊追求者眾多，識得討好多人歡心，就係個人魅力。但其實成年人真正嘅魅力，從來都唔係到處留情，處處撩人心，更唔係靠曖昧刷存在感。人越成熟，就越懂得收斂自己嘅言行，懂得知進退，守邊界。面對別人嘅感情、別人嘅家庭，保持合適嘅距離，講話有分寸，做事有底線，唔打擾，唔越界，唔撩撥。要永遠記住，人情世道，相處舒服為先，而邊界感，永遠係一個成年人最頂級、最難得嘅修養。
如果你喜歡呢段視頻，記得俾個 like， 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仲有撳埋隔離嗰個小鐘仔，你就唔會錯過我哋之後更多精彩分享啦。多謝支持。